要继续来看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我们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传道有讲，今年开始我们要来开始讲从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来开始讲10句话。哪10句话呢？10句话有人简称是10诫，但是一听到10诫就感觉很恐怖，好像要把我绑得紧紧的。其实不是哦，真的不是。你说传道，那你讲讲看。好，我就要开始讲，要用今年到年底的时候，除非有特别的节日，或者是郑牧师或者是有以后我们会有张传道在这边讲的时候，不是之外，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会讲10诫。那10诫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讲10诫是要带给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方向，带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祝福，是吗？是。我们就要来看。好，我们最近呢，我想最近呢，报章杂志打开来看，都是什么？哎呀，这个波士顿的马拉松，这个案子，你想啊，一个8岁的孩子，远远的看到爸爸怎样，回到这个终点站的时候，多么的高兴啊！可是当他迎上他爸爸那一刻，就是这样，天人永别的时候。还有什么天灾人祸让我们很难以想象的呢？就是四川在雅安地区的地震，这一瞬间，人跟人之间居然是永别，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还有呢，我们开始在看到，我们也有很多的疾病，H 什么？有人说 H7N9 啊。这个感觉很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开玩笑一下哈。这个却是让我们也危害到我们的生命。这些东西，这一些意外、天灾人祸，好像都引发个人跟群体的危机。那我们想，从危机的现场要到心灵重建的这一个有一个介入的模式。这个我们呢常常讲，如果危机一启动以后，我们的军中呢，像刚才那些危机的情况，我们就会启动一个模式哦。这个模式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亲爱的大家，你的人生中有危机，危机是什么意思？突然发生的事情，让你的整个生命都混乱了。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感觉的？请举手。没有啊？那个感觉，谢谢。那个感觉。可以毁灭掉你，让你失去方向，让你整个人都不知道我应该要从哪一条路啊！我好像准死无疑了，我惨了。我想这就是危机。所以当我们在危机的现场，如何进入到心灵的重建，其实它有一个危机的一个机制，这个我们可以来学哦。因为最近危机真的非常的多，这个介入的模式很简单。也很好记，可以帮助我们。传道就是用这个危机模式，曾经帮助88水灾我去那个冲飞机，就是有人从山中把人救下来的时候，就是启动了这个危机的模式。这个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在危机当中有一个可以遵循的。那是什么呢？当你遇到你身边的人，他真的危机了，你赶快启动。第一个，你要先有2安。我们来记住这个口诀，2安就让这个人先能够安他的身体，能够先安他的心。然后呢，这个人你要让他能够2戒，不是3戒2戒5大戒，不是，是2戒，是疏解他的这个人的心情，而且你了解到这个人他正遇到一个危机，什么危机？他可能面对一个人
在他面前死掉。那是不是这个危机？是哦，他的心慌到不行，他可能面对这个人就在我的面前不见了。那个混乱会让我们心里很沮丧，会让我们觉得很愤怒。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再见？有的人说自杀是会传染的，其实不是传染，而是因为人一面对自己在眼前这个人突然不见了，你的心整个都被打乱。那时候你会觉得懊恼，你会觉得生气，你会觉得愤怒，甚至沮丧，很多的情绪。这些情绪你要了解，这些情绪都是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况。你会甚至于你吃不下，你看到肉你都不想吃，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想吐。传道要说，这就是危机这个程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你要了解这些人在你身边，他的愤怒，他原来本来是从安慰你的，结果变成怎样？批评你的，起来攻击你的，甚至打你的，这都是他不正常情况之下的正常情绪。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就知道下一步骤，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身边这个人，我们预测他开始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最近前几年金融危机，危机的意思就我们不要让那个怎样损失，不要让那个损害更加的严重。我们就会采取预测，甚至于来预备。那我们危机有这些可以遵循的2安什么安心、安身、安心。2解呢？疏解、了解这种情况是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况。还有2什么？2预什么？预什么？对，我们要预测可能未来怎么样。会让这个情况会更糟的时候，我们要预测，然后我们能够预备。这个危机的时候都有这么好的这个介入的模式，可以帮助那个损害再继续的损害，甚至这个的情况就像我们一个人送到急诊室去，请问送到急诊室，他血流满面的，你要用的方式是要用慢性病的方式，还是要用急诊室的？急诊室是怎样？先怎样？先止血吧，先怎样？先给他不要让他继续恶化。你会不会先问他说，我们来量量血压吧？他脚已经断到那边去了。我们还要讲，你的心灵还好吗？你过去有什么家庭伤害吗？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吧？所以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启动怎样的模式？这就是智慧。所以我们箴言常常告诉我们，上个礼拜郑牧师有讲，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心意，那个时候给你神的心意，你给你的方法，那个就是智慧。那在我们人生的危机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模式可以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人生如果要走一个丰盛，能够有盼望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模式啊？有。这个模式在哪里？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怎么样子从困难中，我们从困境、人生没有盼望、没有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困难中来走过？这个模式一样是可用，而且在你很混乱、你在绝望当中的时候，这个是你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式，可以帮助你从困难中走过，还可以让你帮助你迈向成熟。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传道讲，让你人生有智慧，这个模式就是10句话而已。说传道有这么神吗？相信我，今年就好，今年相信传道一次。传道，我们彻彻底底的把神赐给我们的10句话，我们来学习，而且我们去实践，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丰盛，而且会是有智慧的。这10句话会是什么呢？这10句话是从哪里来呢？我们智慧的人生从哪里来？最近我们都在读箴言，这智慧从哪里来？从哪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吧？我们来读一次好吗？来，
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怎么样可以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敬畏怎么敬畏？啊？那龙，我先啊，怎么敬畏啊？我们今天读了好多真文言啊，怎么敬畏？我们就要来看，如果你想要有智慧，怎么样子是敬畏耶和华？怎么样来敬畏神？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哎，在上帝早就已经明示，在什么时候来明明来告诉我们呢？是在上帝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在出埃及之前，神先拣选一个人先拣选一个人而已，那个人叫什么？摩西，请他来带这个一个家族的人，甚至一个民族的人，从被奴之地。什么叫奴啊？奴隶想哪？你去打工，打工了半天，那个钱不会进你口袋，是吧？这样你还要做的举手。哎，不要擦眼泪，我会以为有啊。没有人要做啊！我努力了半天，但是我的怎样？不会进我的口袋，进别人的口袋，这个叫奴隶。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在为奴之地的时候，这个神呢来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透过10句话来帮助他们。那清清楚楚之前呢，神都是启示个人，但是这个时候，神的话语是透过10句话来帮助所有的民族有一个可以遵循的。这个可以遵循的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一样是有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这10句话是什么呢？这10句话绝对不是要勒住我们，不让我们自由的。这10句话绝对是美好的礼物。这里美好的礼物是什么？这10句话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走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好，这10句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刚才我们讲危机的那个启动模式一样。这前面的4呢，如果用4跟6来分，这前面的4句话呢，就是我们要怎么爱神，神他自己启示我们怎么样来爱他，我们怎么样来敬畏他，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在下面这6句呢，是讲的是我们怎么样来爱人。如果我们做到这10句话，爱神爱人，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有智慧，甚至可以是丰盛的。我们就要来更进一步来看这10句话，我们每一次不是一次1句，就是一次会2句。那么这一次我们讲到就是会有2句话，就是第1句跟第2句，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也有人讲这10句话就讲成是10诫。那在这个10句话里面，总归就是在讲爱神跟爱人，所以总归一句，上帝就是什么？爱，绝对不是妨碍的爱不是妨碍你去做任何事情的那个爱是什么？彻彻底底要爱我们，要让我们给我们的人生是有智慧跟得着丰盛的。那我们就会一一来看，说除了我，神这样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有特别的怎么样子来启示我们这个神的心意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慢慢来看上帝在第一诫里面，简单讲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上帝啦？请问你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今天就要来让我们了解，让我们知道，我们更多认识上帝，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来敬畏神，更知道得着那个方式，更知道得着那个神的祝福。第一诫呢，它的当时的背景，我们会看到，这个神呢都会讲说怎样，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请问你可以敬拜几个神？一个。
请问在当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的时候，请问那时候神多不多？超多的啦，哪里也是超多的。土地公什么公什么有应公有应婆，跟哪里很像？啊？雅典，还有呢？台湾呐、哎，所以这不是跟我们没关系呀、亲爱的，跟我们息息相关。你走到哪里都会有神，但是在这里呢，就告诉在当时候也一样，很多的神，但是那时候上帝就爱以色列民族，他所拣选的民族，就说只要一个就好，干嘛呢？有拜才有保庇啊，干不是？拜那么多，多拜没关系吧？有没有关系？有。今天就要告诉我们，大有关系。怎么样有关系？等一下传道会讲一个我自己的今天讲好了啊，等一下不然会忘记哈。我自己的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她的爸爸出海去日本就过世。那她的妈妈是现在的北一女，有没有人是北一女毕业的？啊、有，谢谢小强哈。我自己的外婆是北一女，当时候第一女中毕业的，所以呢，我们去学校都唔敢给生啊，为什么？学校老师校长都是外婆的同学，你给生看看，就给你叫过来啊，所以怎么样子都不舒服哈，都有人在监视，都是我外婆的这个眼线很多，但是我外婆是一个有读书的人，但是她每天晚上。深夜的时候，都会变得很没有家教，都会变得很没有礼貌。为什么？半更3夜12点以后，他就会开始叫：“啊！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不要抓！”我妈妈那时候我听我妈妈说，就是国小。但他最小的弟弟才刚刚出生2个月，2个月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过世。发生什么事？而且不是1天、2天、3天，发生什么事？每天晚上就有人来找他，而且明明的这个痕迹很多。一个有读书的人怎么办？书有没有用？这个时候书都没有用。什么有用？啊？这个时候要怎么办？每天晚上，他带着5个孩子，3个女生，2个男生，最小的男生才2个月，怎么办？开始拜拜吧。哇，拿1尊来，还不够，2尊来够不够？不够，3尊来够不够？还是不够，5尊来够不够？还是？你来5尊的时候，有100尊说：“啊，你来请这个，人家来不请问。”越来越凄惨，连我自己的妈妈晚上都被抓痕，真是痛苦。所以越多神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好像这个时候是钱越多越好，但神好像不见得，对不对？哈，好。所以神真是明明告诉我们，好，我们其实在这么多人会觉得不安的时候，就会去祈求神。我的外婆很聪明啊，她后来祈求了，这个满墙壁都是以后还是不平安，怎么办？她想到一个办法，家里应该是没有什么，没有男人呐、那就嫁一个吗？有人就赶快，不是，因为她立志。独自要抚养他5个孩子，他没有要嫁，那怎么办？男人从哪里来？哎呀，他的房子超大的，他就把房子贴出租。有一个台大的这个建筑系的，是中山教会，台北中山教会，他就来租的房子是男人。哇，这男人来有没有用？当然没用啊，神才有用啊。但是这男人的用处在哪里？啊？他的用处就是赶快跑，
跑去哪里？因为他是住在那个6条通，所以离什么很近？他自己的教会在哪里？中山教会。3更半夜，他去敲牧师的门，牧师快救我！他很害怕，他怕被抓啊，好恐怖啊！牧师说：“你怎么了？怎么？不是我，是我那个房子很可怕。”所以牧师就跟着他去我外婆的家住。我外婆是那种日本的和院，因为她接收日本的，就是房子。那个日本的房子就是日本人输的时候，他们会切腹自杀，她去接收那个房子。她一个女人接收5间，所以她是很有智慧的女人。她用这样子来养她的孩子，可是她遇到的是不是她的智慧、她的聪明可以解决的？所以这个男人去找了牧师以后，牧师就说啊，为他祷告说，那个这一位太太，这一位贵夫人啊，因为我外婆真的很有钱，这个贵的意思嘛，不是，因为他一进来他都用什么？用贵的。他一进那个房间他就用贵，因为他吓到用什么？贵的，吓到2只脚都发抖，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他就说：“我帮你祷告，但是可以，你愿不愿意相信？”我愿意相信，只要没有这些来抓我。他说：“好。”我祷告完之后，还有一件事，要把这些我们请去别的地方，你愿不愿意？这就很挣扎了，因为有很多的神比较什么？比较安呐。所以我们刚才讲危机启动，先怎样？安生跟安心嘛，这是这个人很危机啊，不然他没有办法睡觉啊。好，请走了，是不是从此非常的安静？真的，晚上就很安静，所以没有多久，我的外婆就受洗成为基督徒。感谢主，所以神多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只要几个丢啊，几个就好啊，7个就好啊。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也是很多的神，他们当时候的观念就是怎样，只要一个什么大神，小神怎样？我只要大神，这是唯一的大神是谁？耶和华上帝。我的外婆也是这样，但是后面再还有，怎么偶尔还是一点点小不平安，小小的。这个我外婆就是信主以后，怎么还会有一点？受洗以后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平安，但是这次抓痕没有那么什么，没有那么多啊，只有几次，然后他就请牧师说：“牧师啊，安奈哈，这是安娜，这是起码失效啊，有那个有效期限的，是不是哈？要是常这个update一下是吗？”牧师就来帮他祷告以后，就跟我的外婆说：“贵夫人还是贵了，因为他还是都是贵着。”因为榻榻米又贵，是贵夫人。我请问你是不是还有没有请走？哎呦，我外婆说：“啊，你哪在？无哪会袂平安？无这摆翁呢？这摆翁的迄个神主，那个叫什么？那个祖先的我的祖先都没有，只剩我亲爱的老公而已。他又不会害我，是对呀，他不会害你。问题是别的来。”所以他就把他的从哪里捞出来？床底下捞。所以他就把它放在邻家，那是我外婆是很有名的邻家，放在邻家的宗室里面。从此以后平安，而且从此以后再把福音传给不平安的人。所以感谢神，我们就知道神呢，我们传道讲这么多哈，不是只有听故事而已哈，是要说这世界上有很多你看不见、眼不见，但是怎样，它是存在的。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话是不能打折的啦，好不好？这个话我们真的要把它听下去，而且如果你愿意相信，让神来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宰。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也是。他是从很多的神明当中进入在迦南的神更多啊，而且迦南神还有什么巴力长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现在这里有未成年的不能讲哈。好，巴力就是一种生殖的
这种神，让你们的后代子子孙孙在生子。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那个耶和华神居然跟他讲，你只要信一个。有一个神学家他这样翻译说，什么叫做除我以外这个不可以有别的神？他说，你意思就是这样翻译说，你不要喜欢其他的神过于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知道，在当时候怎样是有很多神的，唯有那时候谁是大神，谁是唯一的大的神，真的神的谁？耶和华上帝是唯一的神。好，那再来呢？这是在当时候的背景，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神跟有很多神，所以神明明的告诉他们，而且很简单的讲，你不要记那么多，跟刚才维基一样，记一个就好了，你只要。怎样？不要用别的神来怎样替代我？你只要有一个神就可以。这个命令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呢是可以遵循，是一般人可以遵循。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里讲不可以有别的神，还是不能，还是不得？啊？什么？不可是什么意思？啊？这样。那请问不能也是这样，然后不得也是这样，差在哪里？不可有别的神跟不能是什么？我就请不起啊！我要请来爱有足侪钱的，我就无这个能力啊！这叫什么？不能。不得呢？法律上有很多什么得，对不对？得意思是怎样？哎呀，更怎样？法律效力更低啦！在这里讲什么？不可有别的神，意思是什么？亲爱的大家，你有选择权的，现在决定在你。你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选择我不爱啊，我不要啊，我还是喜欢很多个啊，我喜欢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我忘记怎么讲。我喜欢那个脚踏两条船啊，那个叫什么？我喜欢劈腿啊，对不对？好，最近不是有个女孩子劈腿到全台湾各地吗？照相吗？好，你管我，我喜欢劈腿，可以，我不会管你，我也没办法管你，脚走在你的身上，你想劈你就劈，但是结果你要自己负责。你不要再说跟我哭诉说，传道啊，我的人生大叫叛逆嘞，不好意思，你自己选择。在这里很清楚说，不可有别的神。我不知道今天你选择了哪一个，你选择了哪一个，你就选择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再说，主啊，如果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选择成为你的儿女。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这些人民中，他们心中其实也会质疑神，因为他们会搞没有粮嘛，对不对？一下子说什么没水，一下子说没有食物，一下子没有什么，没有在埃及的好吃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心里还怎样，脚踏什么，还两条船，还在劈腿，心已经跟着摩西怎样出埃及。脚已经出埃及，但心有时候又会怎样游离回去，神不喜悦这样。所以在这里也讲，神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除我以外，再直接希伯来文来翻译的话，它叫做什么？注意听，当我的面，当着我的面有别的神，哇，这个是很怎样，很不堪呐！当我的面劈腿，哎呦，是吧？就是意思就是你跟神敌对的意思。所以呢，在这里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但是意思就是说，孩子啊，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来反对我，你不可以怎样用其他的神来怎样优先于我，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来跟我打对台。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忌邪的神。忌邪神，等一下传道会讲什么叫做忌邪神。哎呦，我们的神怎么还会嫉妒的？嫉妒什么？邪恶的。这等一下传
传道会讲，那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传道意思就是要讲，在这原文更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这样其他神来反对我们的神，不可以用其他的神优先于神，不可以用其他神来跟神打对台。你或许会说，我不会，但是我想请问你们回想一下，你现在心里思思念念的，想要赶快看一下你的手机，回一下 FB 的，请不要举手。哎，都没有人举手啊！感谢主，感谢主，谢谢，请放下。如果你现在思思念念的，就是我 FB 有没有人给我按赞？有没有人点我啊？不是点吧，那个叫什么？戳，戳。那么你的心就是拿什么来优先于神啊 ？FB 耶，你就是拿什么神来跟神对抗嘞？啊，不止 FB 吧，还有什么？我心所爱迄个人嘞，讲袂给你看圣经真言啊，一日干都跟他想要啦。见到你的面真好，这个你是谁？不是耶和华神。那么你就没有怎样遵守这一条，好不好？如果你的心只有想我要打工，打工。打工，为什么要打工？赚钱，因为我心里有所恋慕。恋慕什么？恋慕不是神，走在神的前面，优先于神，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欢。那神为什么会这样说？神用他自己说，用他第一人称哦，他用本身自己来描述，除了谁？我，所以我们这个很特别哦。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创造者。耶和华神说：“我是唯一的创造者，是创造一切。”所以这很合理呀，没有什么霸道的，对吧？传道遇到最多的就是说：“你这传道，你讲的有够阿爸的啦，上面讲好之后，你得想上帝是唯一真神，啊，我哪拢不是哦。”啊，那时候你怎么办？我只能说，请你来教会，请你来领受，我不多跟他说。因为不相信的人，你只要领受。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清清楚楚。你其实只要多一点认识上帝的话语，多一点认识自己，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定位在耶和华独一的创造主。我们只是被造，我们就更清楚知道我们的定位。如果我们搞不清楚啊，我们是被造的人，不好意思，你就不知道你的定位在哪里。你一天到晚就是要把别的摆在你的心中，然后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你的心中的自己比主还大，那你就不是把神看为是第一顺位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你是创造主，我是被造的，我的人生就有了定位，然后我就能清楚我要怎么好好来活。”我要怎么样成为神你所喜悦，我就不会过得这个一塌糊涂，也不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因为在弥迦书特别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是什么？行公义，好言语，存谦卑的心，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很多都是在讲你，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跟我们是独特所立的约，不是跟别人，不是跟你们哦，跟你们不是，是跟你，是跟你自己，是就这一个你。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在想说，除神之外，谁是第一优先的？耶稣常常在这样讲，因为耶稣是一个这个对优先顺序很重视的人，他常常以说我们怎样。他就说，在我面前没有就是不可以侍奉两个神不能怎样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那不要爱世界不要爱这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刚刚传道讲，你以什么为你心中的第一顺位？那所以我们呢，可能要小心，我们可能有对很多物质的东西我们的追求。或者是对你心里所爱的，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会说陈导，
那我不是哦，我一天到晚就想服侍神哦。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我的欲望哦。我一天到晚服侍神，但我都不读书哦。哎，这样对不对？我一天到晚都不服侍神哦。如果这边有人结婚的，我就怎样不顾我的小孩，这样对吗？我想合神心意。郑牧师一再的讲，什么叫做智慧？合神心意的聪明。好，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准则，你如果常常这样来问自己，我们就更知道，哎，我们怎么样来做决定。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觉得朋友最重要，没有朋友我会活不下去，那么传道要说，对不起，朋友是你的第一顺位。如果说我自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感觉很沮丧，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我就去了。传道要说很抱歉，你也是把自己尊为神。如果你能够定义好，我是被创造的，我没有自己，我不能自己决定我的生与死，我不能决定什么是我的优先。我要说，主啊，你的优先才是我的优先。那么传道要说，你在这世界上，你就会领先，阿们吗？如果你把神看为优先，你的人生绝对会是领先的。我想这就是传道一直要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一定要讲，也是神很挂在心上，很怕我们怎样在这世界上所迷失的。啊，在最近有一些人说啊，我们这现代的人呢，被不洁的三位一体所控制。你们猜猜是哪三位一体？不洁的哦，不清洁的。啊，烟、酒，还有吗？槟榔，还有吗？电脑，这里我们都很少人要吃槟榔。电脑还有呢？哦，还有人呢，我去一个地方讲这个的，他跟我讲说，陈浩，你看我，赌，那是什么？赌博，还有什么？毒瘾，还有呢？还有什么毒？啊？没有啊。读书是吗？读书不是不好的事，但是如果你把读书摆为第一，其他的神不见了，那传道也是要说对不起，你摆错了，很可惜。如果你能够在读书之前把神放为你的优先次序，那么传道要说，在你的读书领域跟你未来神的带领，你绝对会是领先的。传道再讲回来，不洁的三位一体呢，正辖制着人类。你们看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性欲。哎，有人开始低头了。有人说，哎，有吗？那就是未成年的未成年。第二个，财富。第三个，很多人都会有的，口腹，就是吃的。全都被这三个东西所捆绑。大部分的人，什么性欲、财富跟口腹。你去美国、去欧洲看看，你去坐在机场旁边，你就会常常看，坐下来以后，好几个山从你面前过，你就会怀疑说，为什么山会动？因为它怎样，像山一样。全世界现在都被什么困扰？肥胖。好，所以我想。这就是神早就告诉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也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再说，除了神之外，我们真的不能用别的来取代神，这是神所不喜悦。好，来，那我们呢，再来看哦，哈谁是居首位的？还有呢，所以讲起来，在第一届里面讲第一届这么多。他现代的真正的意识是什么？只要记住这个，信靠。你愿不愿意信靠这一位？他会陪伴你，他创造你的主。你愿不愿意信靠他？信靠就是完全相信，而且怎样靠下去，让他来带动你。纵使你被骗，你还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你是深渊的主，我要等候你的时刻，等候你的时刻来讨回我的公道。
昨天我们教会的这个晚上祷告会的一个见证会，有一个人被那个倒了好多钱，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后来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以后，他信主以后他就说：“那我现在来祷告来不来得及？虽然那个几百万早就已经怎样长翅膀飞走了，现在祷告来不来得及？”他就拼命祷告，他好可爱。然后做见证的时候他就祷告，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跟你讲哦，导演那个人哦，他正好要坐火车坐去这个花莲哦。他那时候人在哪里？桃园。啊，那怎么办？已经好几年了都没有碰到那个人。他说：“那你就赶快坐火车去追他。”他没胡。时刻在谁手中？神手中。对的时刻比什么更重要啊？后来确实那个人一到了花莲。我们的姐妹就怎样，也到了耶。怎么那么奇妙？幸好，所以他也把一些钱要回来。他说：“主啊，你是真实的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虽然我没有全部要回，但是我已经经验到你是什么信实，你是为我伸冤的神。所以信，我想信跟第一届你们会说，传道。”那我信神，神是一定会为了我好。对，你只要相信这样，你相信神会带领你，你相信神掌权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想，如果在第一届，我们会想说，主啊，我第一个，我只要相信你是我的主，我不把别的。主啊，我来不及了，我没有读书不行，你要先等一下。你说你愿不愿意信靠神？我先读一下箴言好吗？先读一下灵命那个眼睛示意好吗？好，你先读了以后，你就知道你是把神放在第一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只要今天先学到第一节，就是说你愿意相信神，而且把你的生命第一顺位的事情交托给神。那这样我们内在呢，跟我们外在就会是合一的，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死关头上仍然能够坚定不移信靠神，而且在凡事上，我们就能够容神一人。那你就会发现，我为神的缘故做每一件事情，我是为了要取悦神，让神喜欢，让神的心得着满足。你会发现很奇妙，你这个人也被这样疏通了。试试看好吗？如果有困难的，都找传道或者是区长、小组长。今天要学的什么？信靠神，是爱你，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你只要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上，他带领你，让你的人生是有智慧，是丰盛的。所以，我们有关这个第一节呢，我们呢怎么样来选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违背的结果，我们要自己负责任。你可以选择不要，但是你可能就跟智慧的人生跟丰盛的人生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每一次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再三的评估，什么是我第一顺位的？我第一顺位是不是以主为我的人生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还是我心里想的是别的事情呢？有一个俄国的大文豪家，他这样讲，他说人生最大的事情是把什么自己放在第二个位置。那第一个位置是谁？第一个位置是谁？主。所以他说，或许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我们应该要决定什么放在我自己之前面，也就是第一个顺位，我应该要把主放在第一个顺位，那我的人生整个就会被很顺的带领。这个顺不见得不会发生什么事，而是你更有把握，知道更有信心，知道我这人生有人给我踏的，有人跟我怎样撑着啊，不是你一个人，你不是孤单的，亲爱的。纵使你不知道，你没看到，但你可以感受到，真的。如果你愿意相信主，你把主放在第一顺位，主就是撑着你。你可以去相信，你可以去信靠。这当中有任何困难，你可以找传道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好，那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第二届。它的背景呢，也是在当时候很多人觉得，人生真的是人都有一个渴望，就是要来敬拜。那时候我会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成为什么我敬拜的这个对象。
也就是说，人呢真的很小心嘛，人的眼目真的是很简短，很短小，就是我一定要看到的，我怎样眼见为凭，我没有看到我就怎样，我不相信。所以当时候的人呢怎样，不管当时候或后来的，都是要用什么？都是要用实体雕刻的东西来满足我这个抽象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渴慕。所以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还有呢，我想我们台湾不难了解这件事啊。我用人的手去雕刻一个东西，然后我来拜他，然后我希望他怎样祝福我，有吧？哦，这个上个礼拜那个乐透才出来啊，对不对？15亿，不是15亿哦，15亿。怎样？人就是想要用手去怎样去雕刻，然后怎样拜他，然后怎样控制他。我不知道这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有传道要忏悔。我每次祷告说：“主啊，你就是要开这个开那个什么购物单给上帝啊！以前传到19岁的时候，还开什么以后要结婚的对象，开20几条开给上帝。结果现在想起来，我老公当初嫁的时候只符合第1条，他是男人，不是，我还盖章哦，真的还盖章哦。然后呢，当时候要结婚的时候，真的只符合第1条，当然不是男人，就是他的家庭都爱我，其他的都不符合。结果我先生没有爱我，我没有爱他，是他爱我，没有爱他。这个录音要切掉哈。可是很奇妙，现在传到几岁了？25岁了吧？哈，发现每一条都对，好奇妙哦！你看，居然怎样？19岁到现在一看，神这么爱我，我眼睛看不见的，结果每一条都应验了。亲爱的，不是只有传道会应验。不是一定要取这个名字，拜托不要去改它，不要改它，而是我要说，孩子开始为自己的婚姻祷告，预备好自己，跟自己那一位相遇的时候，他知道你也知道，不要错过了，好不好？我们就祷告，那我们就是说，神啊，我交托给你啊，但是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不是把男女朋友摆在第一位哈，亲爱的。有人在看我对吗？有人在眨眼睛哈。把主放在第一位，你的人生，把主放在优先，你的人生一定会领先。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持续来彼此扶持啊哈，我们彼此来帮补，我们不要用别的来代替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我们的神是是圣洁，而且他是祭邪。刚才传道有讲，什么叫做祭邪的神？就是神是这个祭邪。老实讲，在台湾用的太多，会觉得它是不好的语言。其实，它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专一，是专一。意思是什么？神专一爱你呀，好不好？神听你的祷告，神怎样？神他爱你，他专一爱你，所以你也要专一爱他。所以他不要你再去怎样拜那个有的没得的，好不好？不要再把别的有的没得放在你的生活中。也要说，我要求神来饶恕。我曾经以什么有的没得来代替神？神学。我不是以圣经。我一辈子我最喜欢，在我过去5年中，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一大早起来是看什么？加尔文神学。看什么神学？看灵修神学。看什么神学？本土神学。都有神吧？但有一样吗？都忘了他。所以传道也要说，求神饶恕我，我一定要以神为我的第一优先，我不要用别的来替代，我要专心只有仰赖神，我不用别的东西，求神来帮助我们，不容许其他的人来成为我们的这一个敬拜的偶像。所以传道刚刚有讲，我们的神他是祭邪的，祭邪意思就是说他不要着，他是专一的，
我们真的跟神的关系，他不要我们三心二意，因为他是唯一的神的，其他都是小神。大的神，他是创造的神，我们就不要用别的东西再来替代他，不要再去雕刻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去追寻，而是要专心倚靠神。我们的这位神是慈爱的神，慈爱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用成他的形象，把神给他小看了，把神这样框住了。我们这个是慈爱的，慈爱的神的意思是什么？慈爱的意思就是神跟你立约了，而且他立约以后，你纵使再走开，神还是持续爱你。你说，传道，你刚刚不是说我们不要得罪神？那我信主以后，我可以为非作歹吗？是吗？不行，谢谢你，摇头摇得很大。你对的，你是有智慧的。你犯了罪，你的罪的代价乃是死，神还是爱你，但是你还是要为你自己付出代价。传道有一个个案，他信主以后，他每一次要去办公的时候，他都跟我讲，那个英念姐，我要去办公出差。我说好，神祝福你，你为我祷告好。他去哪里办公？他去出国办公，好不好？好。但是他去出国都是出什么国？去帮人家拿毒品回来。这是不是办公？你说，传道你有搞注意呢？我有祈祷上帝呢，我祈祷伊，互我平安回来，有用吗？不好意思，你还是要再接道理，我会去看你，好不好，亲爱的？如果你真的是有困难，你来找传道，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生命。我们不要用别的来替代。神跟我们约定好了，他会持续爱我们，但是他要我们选择对的。你选择错的，拜托你那个后果，你还是要自己负责，你还是要去完成你所做的错事。但是神持续是爱你，这就是神爱我们，这就是神在爱你。整理一下，第一诫跟第二诫有什么不一样？第一诫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一吧？对不对？谁是站的？只有主耶稣是站的，只有神是站的，好不好？好，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第二诫呢？不能怎样？雕刻而上，还不能怎样？这是什么动作？不能跪拜啊！好不好？那这两个差在哪里？第一个简单讲，我们信靠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神的属性是什么？这样清楚吗？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怎么跟他互动啊？他希望我们怎么敬拜他？叉的家了吼。所以第一个，我们认识他是什么神以后，第二个，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用我们的人，这个人来全力以赴献给神的，你就会知道神希望你献上的是奉献吗？不是，他要你献上。你说，陈达，等一下奉献不用奉献了？当然不是啊，我知道你们没有那么，如果你知道这是你心甘乐意，你就奉献。如果你还不信上帝，不用，因为神不是什么，他是丰盛的神，他需要你用5块、10块、100、1000这样 Q 吗？需要吗？那是我们能奉献，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回馈，我们回应神所赐给我这么丰富。所以第一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永不改变。我们知道这个神以后，第二个，我们不随便拿东西来替代他。第二个，他要我们怎么跟他来交往，我们怎么样子来敬拜他，我们怎么样全心全人来献给神。好，在我们人生呢，我们都能够渴望有明确的依循的方向，因为现在世界真的很不稳定在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智慧和成功人生的秘诀。我想，我们的智慧秘诀就在这里，是什么？就是神所赐给我这个10句话，就是神爱的引导。他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要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丰富，得着智慧。
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此时此刻，你心中也渴慕你的生命有一个主宰，他来掌管你，他来引导你，他来负责，你只要依靠他，相信他，每天亲近他，来聆听他，他必引导你前面的路。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或许做错很多事，或许很不堪，或许你觉得自己很不配，但神的心意就是爱，他爱你，他要祝福你。你或许会说，我已经失败过好多次，我已经失望过好多次，我已经绝望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刚才上帝透过传道所讲的，你心里有一丝的激动、感动，或者是曾经有一丝念头说，我也想要这样的人生，是有智慧的，我愿意敬畏神。传道邀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口、你的胸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听见我们的呼求，你已经听见我们的决定。过去你知道我们得罪你，我们拿很多东西来当作优先，就是只有不拿主你来当优先。主，我们过去生命或许破碎不堪，但是主，你的话语明明告诉我们，主，你爱这世界上的人，你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你们，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着永生，得着盼望。而且在这地上，我们生活这世界上，我们就要有力量，就要有智慧，只凭着我们愿意相信、接纳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说，主，除你以外，我们不再有别的神，我们也不再自己雕刻偶像或拿别的来替代你，我们就是尊主为大。求你来让我们经历那神迹奇事，就在凡是愿意信靠你的身上。让我们从这里回去，我们的心被填满，我们的心被医治。主啊，我们需要被复合，我们需要被支持以及被引导。主，这一切喜乐、平安来源都在你。谢谢你即将赐给我们这一切。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